来关心天气哦，这几天贵岛嘛是的雷公雨，气象署指出讲，今仔明仔载2天，因为高空有冷心低压通过台湾，所以天气会真无稳定。贵岛雨水会较济，落雨的范围嘛会真大。也毋过拜五开始哦，太平洋高压会增强，所以天气就会较稳定。今明2天呢，因为高空有冷心低压在哦，所以台湾附近在中午过后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。不过到了后天之后呢，太平洋高压势力会稍微增强，天气会变得稍微比较稳定。不过到礼拜6、礼拜天，甚至到下礼拜1、2哦，南方的水汽会逐渐的增加，台湾附近云量会变多。中午过后，午后雷阵雨的发展也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哦。另外，气象专家吴德利嘛提醒讲，今仔明仔载的山区哦，部分平地都要注意过道会落雷公雨，熊熊会落真大阵哦，嘛有可能会落冰雹。另外，琉球东南方的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气象署嘛指出讲，会往日本和我九州的方向移动，上紧哦，今仔暗时明仔载透早就会增强做轻度风台疲惫，所以最近哦要去日本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。